phonics 係最簡單嘅直接拼音法。嘿 Miss Lulu，Miss Lulu， 我要揾你當手啊！參謀長有咩幫到你啊？咪就係大衛女王佢要搞一個最盛大嘅 party 咯。好喎，佢話要請嗰啲山卡拉國嘅王子嚟，佢話要搞個結婚聯盟喎。結婚聯盟？係啊，同嗰啲國家聯盟，唔使等啲強權大國嚟蝦我哋小國嘛。好主意喎，但係我唔係媒人喎，我又點幫你呢？咪就係嗰啲山卡拉國嘅王子啲名太難讀咯，如果我讀錯嘅喎，就好尷尬噶啦。又係喎，有乜方法呢？最直接嘅方法梗係用 phonics 啦。phonics 係最簡單嘅直接拼音法。哇，你講呢啲咁學術，最簡單噶啦。我好多學生呢都係咁樣明白咗咧英文字母嘅發音，再湊成為一個音節，再將幾個音節拼讀埋一齊。你示範嚟睇下啦。你俾個王子嘅名單我睇下。嗱，喺呢度喎。嗱，我哋舉第一個啦。你請呢個咧係 Solomon，S-O-L-O-M-O-N。咁 Solomon 咧係3個音節嚟噶嘛？係啊。嗱，我哋即係每一個音節裏邊咧，我哋分為咧 consonant、vowel 或者係 consonant、vowel、consonant 或者係 vowel、consonants。俾個簡稱佢啦 ，CV、CVC 同埋 VC。咁又點呢？將佢咧分成3個唔同嘅組合嘅時候咧，再睇啦。Solomon S-O 就即係 CV 啦，L-O 咁啊 CV 啦，mon 就係 M-O-N 咁就係 CVC 咯。有冇簡單啲噶？你睇下呢個王子名 H-A-M 係啦 ，H-A-M 啊嘛，簡稱就即係 CVC 組合啦，就係 H 係 consonant。A 係 vowel， 跟住 M 係 consonants， 咁我哋可以拼為一個音節。喂，呢個好似係鎖腿嚟嘅喎，鎖腿王子，佢真係叫 ham 喎，喺聖經裏邊係解含啊。咁點拼咧？咁即係 H 啦 ，A-M，M，M ham 咯。又好似寧寧地喎。嗱，我哋再睇多一個啊，你睇下呢個。B-E-N-J-A-M-I-N Benjamin， 咁 Ben 啊嘛，咪即係 B-E-N consonant， 哇 consonant， 哇好犀利喎。係啦，咁啊 J-A 就即係 consonant vowel 啦，咁最後 M-I-N 啊 consonant， 哇 consonant 啱喎，咁即係文啦，夾埋就係 Benjamin 咯。又好似寧寧地喎。係啊。不過咧，參謀長你要學晒成個拼音系統咧，即係成個 phonics 系統，你先至會咧更加掌握得正確發音啦，同埋咧容易記憶去嗰啲生字噶。你幾時嚟打打帝國嚟教我同埋大衛女王咧？話晒咧，佢都要識讀人哋個名噶。如果唔係，又讀錯人哋啲王子名，咁第日又點同人哋用英文溝通呢？係啊，好主意啊。我會盡量抽時間嚟巴巴閉國嘅。不過，你幾時請我嚟呢個 party 度先？梗係要啦 ，sure。你要當我睇下揀邊個王子啱大衛女王噶嘛？好啊，多謝你嘅邀請啊。唔講啦，我都要快啲去籌地啦。好啊，好啦，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